马文堂之事，一气之下得偏猜错。哦，你看看，驸马把你欺骗嘞！东王府你去看看，岂可像是驸马？像，不过佢唔係。凤仪，你也去看看，难道佢不是那个驸马不成？佢唔係，佢係個鳳爺來去嘅點呢？永祖，母亲，你哋你係用辦呢？你哋唔係，我還看唔係，你哋有冇講我係點呢啊？你又唔係點呢？娘間在今天之上，烽煙論起，娘間當定天下人嘅面，藐視愛放假，難道也不是欺君之罪嗎？有冇欺君？有冇欺世？我還看無點，萬歲奉後，我係從業。我係董文賢呐，我講嘅全部係司法呀。哦，你講你係聰言驸馬，如何評記啊？請問萬歲奉後3年之前，萬歲因何做了董文賢為驸馬啊？我看佢才華出眾，相貌端正啊！為此催發，萬歲曾當面命題，不知萬歲還記得嗎？記得給你，奉你當神，下降萬里，也差了今天之上，萬歲曾私下別美啦，以何為題？忠心良事，這不錯。神不出三天，下筆奉送。萬歲良心還去，當機變奏啊！就你為驸馬，還有吩咐給你，奉後一生氣溫過一生，安身兄弟可有表記，一生健康，兄弟種種各有表記，兄才有。體才重，奉後命為神，存儲有數，乾康良據。今天就向奉後萬歲，有目乾坤啊！來電咯！慢，眾人退下，空傾留下。萬歲，臣妾何曾問過佢馬嘅標記？佢乃會係馬嘅驸馬，分明係一個點呢？萬歲，你我娘娘當定萬千萬物，當定天下人嘅義務，唐是一個點呢嘅話，你要佢拜拜強主嘅面前，佢那真經係驸馬，佢愛放假嘅尊嚴，豈不是可以受天下了？這，呵呵。寡人何曾命題忠心？寡人嘅命題乃係忠心呐！忠心，忠心，雖然一時之差，卻係謬無法
万里呀！万岁呀！董老夫人，你送前去看，佢到底是唔是你嘅旨意？你千万总得改求反悔呀！错噶，第一莫牛母。娘子，母亲，母亲，启禀万岁，皇后，你好啊！母亲，佢唔明啊，来呀！哦，母亲，你俩是旨意一不走，为了一个前场啊！凤舞，你也向前去辨认一番呐！公主，公主，你我夫妻一场，你可以为爱作证，相爱当文献，只有殊途孔门，做人为公忠心，唔言发杀，唔言欺君，公主，公主，那个气啊！你呀，糊涂个贱孔爱卿，你一向聪明，也是光阴的古贤之身。你呀，向前去辨认一番，到底佢是驸马还是爹呢啊？这，哎呀，眼前自来是啊，鬼才呀，咿呀，为万岁为呀好啊，错看了正义为呀，这。点呢？点呢？嘿，点呢啊！我世间哪有马街来纵火心啊？你何必自来做啊？聪明来论是非啊！孔真，你对个小马街爱小爱，通通嫌仆丧俗，既然做来一介点了，连你也讲爱迄点呢，爱唔系？俺唔系啊，夫婿，公主讲伊迄点呢，当老夫人讲伊迄点呢，就连万岁奉后全部讲伊迄点呢，就连俺也讲伊迄点呢，你为何含迄点了呢？你的糊涂个点呢呀！我俺唔系点呢，俺唔系。母亲，公主。
岁，奉献，孔年兄，来求求你对我，来求求你对我，大娘，你是父亲，母子。群生朋友的分手，来求求你的好吗？求你的好吗？公主，母亲，万岁呀！嘿，金咩点呢？金咩点呢啊？佢係駙馬，佢係尊敬嘅駙馬，你哋為嘛解為到失去永生安娘？佢係尊敬嘅駙馬，你哋為嘛解安娘對佢？公主，老夫人係講自己千辛萬苦賺來錢你哋，你哋為嘛解都唔認佢？另外。我真富貴，愛慕富貴，係你的富貴，你哋全部都的富貴。公子，你我在今天之中反求不言，來人啊！因我大義，什么？爱唔係衝突，愛唔係駙馬，係行唔係東門線，愛係點呢？愛點呢啊！父母，點你一定選你愛點呢，你就不用給走吧。万歲，就不用給一條上路。點呢？你喊腳走。你係點呢？愛係點呢？係駙馬。唔係駙馬。既然唔係，為何口若強做，妙生係放假呢？愛係點呢啊？劉三明，你忘記了，哪有點呢？
会讲出到迄点来了。俺是真点的啊！点得好，点得好啊！哈哈哈哈哈！王爷都欣赏你那个聪明，王爷再赐你一瓶的米酒，一旦你领下去，就会较清香，还会较聪明啊！父王，万岁！父王，这个孙女还点呢，你不要把我赐酒于他。父王用人并用一个驰骋驸马的典礼，四处走游，父王唔放心呐。这就将佢交本去，以为将佢关在府中，一直关佢到死。万岁，也点呢？看起来要安怎个？你老给搞不爱得吧？万岁，你就安准吧。难讨你条，我给这点嘞，有冇该管好无？来你咯，吃酒。点嘞，领导，领下去，你就爱破了，我也就恭喜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给你啊，来耶！你要付吗？给俩石头送个点呢呀！驸马，奈何为恨何同心？嘿爱，海心。
母亲，啊，母亲，啊，母亲，母亲，哎呀！